观众朋友，今日个节目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讲起刘文正，我相信几多人马上都会回到我哋眼前嘅世界嘅嗰種回憶地位。其實講到劉文正，亦算是我哋台灣華語嘅體嘅偶像始祖哦。你嗰時間咧有冇偶像？但是一想到劉文正，就想到哦，有冇係我哋體台嘅男神始祖？哦，算是我哋嗰貼拍的一啲世代嘅偶像。伊喺過差唔多喺1960、70年嘅時間，喺台灣、中國還有東南亞，如睇緊人嘅書房，常常可以看得到人嘅紀錄片裏邊，都發現到啊，劉文正去香港啦，萬人空巷。但是人哋冇聽我哋南部嘛，有一啲寫劉文正，唔單止去學伊唱歌嘅方法，同時也要顯示嘛改唱。我哋馬上發現，我哋今日嘅來賓寫劉文正，奇珍先生嚟到現場。奇珍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奇珍先生係哪片人啊？我係咧啲屏東女僕嘅。屏東女僕嘅。咁以前唔前開始後變成寫劉文正以前，你這個以前係做乜工作嘅？我做兵出來，我都民國82年，我都考退署，都從事也係啲行業。到民國90年，我又考到嘅不動產經紀人。嗰時其實喺我哋差唔多民國80年、90年，其實等我哋台灣社會嘅經濟嚟嘅起步嘅時候，就唔講係退署啦，從頭到尾不動產嘅經紀人嚟講嘅話，其實算係規模限啦，嗬，成立幾好嘅行業。嗰時間我開始有想到講去變成對啲劉文正嘅寫劉文正咯。因為我退伍嘅時候都要參加遊覽嘛，喺遊覽場創一條諾言啦，創嗰時他個堂喺清河堂，也音色親參個劉文正，我做第一啲幼苗啲愛程度嘅，我後擺有工作穩定，嘅時間我用心來學也啲小劉文正，有安尼期許啦。其實劉文正以這個睇我哋咧華語咧歌壇地位，其實嘛已經紅咗幾久嘅，尤其係以貼拍咧用嘅，好像我那個王子般的那個劉文正哈，然後佢形姿，然後同時又帶一啲飛鷹山書，也要嘅土地，嗰時等於講伊睇算是華語嘅歌壇地位，他個人會第一啲佢有名嘅一啲人，但是佢貼拍咧講。以唱歌嘅歌聲啦、共鳴嘅方式啦，其實蠻冇多強用。嗰時間唔係用係學嘢咯。我退伍以後，我都陸續考4個國家考試啦。譬如講退署不動產經紀人，後尾又考人身保險經紀人、財產保險經紀人。喺102年考下嚟，又考下嚟考到嘅。大家都用心講，我也一定要實現一啲願望。嗰陣我都前去屏東大學、勞工大學嘅歌唱班，一個學習。嗰時間又讀到2個老師，佢用心去教我進步幾多。一啲都嘅王庭義老師，還有啲高雄嘅王文松老師。談了幾神奇呢？因為等於講，唔知幹嘛吧？事業幾睇幾創業嘅啲牌照，先考到嘅，國家牌照拿到數嘅。照嚟講，人家都講，我哋利用個牌照，我哋開始去做生意，開乜嘅事務所，但是你會感覺到，我考到事業牌照嘅，對這個嘛有交替嘅，唔見啊，做一啲人生，一啲該想做，該做以前都想做嘅事情嘛，該創業嘅事情，然後你去學唱歌嘅。也要做乜鬼睇呢？鬼睇啊！也有啲動力啦。我也因為我對啲劉文正大哥也幾崇拜。讀書嘅時間，讀高中嘅時候，因為佢下讀高中，嚟高雄中學讀書。所以佢高1、高2佢做火車啦，去火車站，喺冇比方講幾來都搞收音機，我彈嗰度已經遲到，大好彈佢都
佢崇拜啊，啲大哥。嗰陣時係講邊個工作去特別學創國嘅，還是講其實兩件事情都共下行？兩個共下行。我利用安補台嘅時間學劉文正咧，再加強86、8年啊嗰種係兩個共下行。等於我早晨嘅時間去工作，安補夜時間都去勞工大學，去學用去創國啊。從100年，從比如我哋講素人，你真係開始學創國嘅。你哋講學創國嘅件事情最難嘅部分係哪一部分？因為劉文正大哥嘅唱腔quite多，比配的歌手啊，嗰種人學困難度更難。嗰種一出模樣的小劉文正出現，也有佢原因啦。你譬如講遲到一條歌嘅，以後背嗰度你慢起來嘅嗰種嘅腔，我身邊，佢錄的腔啊，帶着微笑，笑有啲人叫起來，都類似，嗰種腔quite多，嗰種等於如果。因為我感覺到講，你即係學嘅時候，一般嚟講係學創國嘅，我可能都表現係國人嘅特色，我音色，同我即個嘅體現適合創嘅嗰種方法。但是唔可以貼喺嚟講，我學一點嘢，有啲顏色可能唔係唔本地嘅顏色，唔可以學伊，有啲創國嘅方法，唔係本地唔即個習慣咧，無如講我唔可以特別好，嗰種要比一般嘅人去創即個嘅。國嘅即家嘅顏色其實會更難嘅。下功夫下兩批。係下兩批嘅功夫，同時你即個要熟悉幾多資料。錯，因為像嗰個音色吼，我要學，都因為我音色有差異。加上我對嗰度相似嘅地方。譬如講我名嘅有個相似啊。伊講伊喊到劉文正嘛，我係許其正啊。兩個人阿正，好啊。我身材有咩個差異呢？差唔多安尼高度。係啊，都高度170人，175、6安尼啊。而家唔好講太過啦，咁苗條啦。我以前有名嘅，頭先同我講嘅佢事實，人家都講你創國其實幾創意，顏色已經有7、8分嘅。我以前再加上有名嘅，嗰時我都認為講，其實你可以去行。我哋講唔好講模仿啦，其實等於講我哋學習劉文正一件事情。咁問題幾時節，你喺欣賞電影講，希望行一條路嘅時節，一定本年嘅建議。老師本來建議啊，建議如果講你持之以恆，每日去練習，嗰種係嘅下工作以外，每日都差唔多有1個鐘頭到2個鐘頭，去練。呢隻歌有幾多條？20條、30條。係啊。像諾言、3月裡的小雨，就幾風嘅幾多，差唔多10多條。但是幾時節吼，其實留下來差唔多能錄影帶。其實見下錄影帶，人辦嘅錄影帶嘛冇咁多，咁即個很容易熟悉到一啲資料嘅喏。我去過台唱片行，伊人們存一些庫存啊，伊佢下製作嘅有冇？佢安尼卡帶，如果有20條，我對公開買起來，公開買起來，冇買唔到嘅。因為見佢話個唱片行都冇嘅，買唔到嘅。我係幾來都公開，我天樂點同裝那個 USB 啊，變成數位化，反覆地聽。我學嘅時間我講認真我要做筆記。我譬如講諾言，我都一條歌差唔多2-3張嘅 paper，歌詞我就寫出來，寫那反覆唱練嘅時間，歌詞會對，你腦海那會深入啦，一邊聽一邊如果跟唱，嗰邊歌詞聽一邊如果自己清唱，第三邊如果旋律標我去個演唱。因為你最後行到演唱嘛，演唱你下一步你都要套上去，像清唱只是一個過程，學習啦，係咁樣。例如最慢的時節，如果搭配到音樂，
这个可以抄。你就同時嘅轉研都頭先我哋咧睇過講嘅轉研嘅部分，好叫做細節嘅部分，攞盡量嘅去，攞填到劉文正以當初原版嘅創講。咁第二如果米技法，也要我哋講技巧，也提升用嘅攞去。哦呀，我比如講佢跳過嘅諾言，啲擺寫慢慢咧。佢下練嘅時間一開始學啊，我冇基礎。嗰時候你下嗰度功夫，比如講創作那家嘅時候，手勢真要比，嗱佢攏有記錄啊。咁我你唱歌嘅嗬，你台上表演，鼓嘅東西可以多啦。你要鼓觀眾，要鼓歌詞，要旋律，我哋有啲主持人，有樂團嘛嘅，不過容易嘅啊。我突出，嗰陣歌出來個數，啊滾瓜爛熟。對，喺度卡時間，你要練咧都，即個要練咧嗰張。所以佢嘅時間，因為要鼓嘅東西嗰度，樂團啊、現場嘅情形啊，旋律，但是觀眾，幾多唔正常嘅時間，如果把一套完完整整嘅去表現出來。係啊。等於講一條歌嘅地方，唔單止可以記錄音樂唱。某個時間要提驗，某個時間要轉驗，然後同時某個時間要變用嘅素質。可是第一條歌要練幾久呢？唔可以少時間咯，因為我後背後要重複嘅溫習啊，要重複嘅溫習。可是看下人其實嗰個位伊嘅說明後，你發現到講其實唔單止講下人可以重新去想到講當初劉文正伊也要表現嘅樣，同時我嘛看到我哋其實欣賞伊係樣嘅去學我哋嘅劉文正，伊也要我哋講一句話，同時伊啲專業。休息下，等下我哋嘛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咗節目，我哋南台灣嘅寫劉文正徐啟正先生同我哋講，當初做乜嘅會學劉文正？我就想問一下啟正先生，其實前啲學嘅劉文正嘅時間，你感覺最困難嘅地方係乜嘢？佢都有提到講，要嗰度唱腔啦，要唱腔係最難學嘅。唱腔最難學。有啲位歌嘅嗬，我學500遍都要全遍。哦，係哦。能唱出嚟嘅味道，係哦，係啊，跟住係因為技，我講專業嘅部分啊，還是講也要上演呢一種專業，特別加個唱腔都有，你像3月裡的小雨哈，太陽一樣，特別嘅熱線你和我，有3條歌都最快學嘅。哦，係咪？花最多功夫。係因為也要節奏過夾，係咪？節奏也過夾，伊地方嗰度唱睇連貫嘅地方哈。你要銜接該好，該熟練，你腦海不能有思考的空間啦。等於我變化成唔知夾嘅唱歌，就變成這個東西。你唱歌嘅時候，如果變成，如果感覺到講今日係劉文正雙神，然後該詞也唔係講故意去學，就變成人家嘅一啲唔知夾嘅唱法嘅。錯講啊，變咗係融入嚇都。感覺即個都係啲天嘢佢 copy 嘅啦，原來 copy 出來嘅。嘛，同時嘛係變成這個一部分。錯啦。但如果你只要講出去嘅時候，唱出去嘅時候，都唔是想，馬上都按你表現。咁像以這個以前啊，多多少少話有跳舞嘅部分。好，雖然講唔係講幾多，咁跳舞嘅部分，唔知個嘛有學冇？有。因為我一開始表演，他們表演嘛，先對沙琪嘅小舞台，加上去表演1-2擺以後，我都咁樣講啊，睇個間奏嘅時候，你時間唔可以短啦，你冇好一些東西係樣嘅，時間兩樣打發，其他嚟單講，嗰陣係幾立作用嘅，quite尷尬啦，嗰種係鼓勵你們也一定要再學舞，嗰種係都。要在拜老師學舞，喲，貼一拜先啊學舞，抄。其實你這個以前有跳舞嘅基礎冇？18啦，佢跳嘅什麼妞妞啦，嚇，喺摩魯太學
读书的时间嚟教的啦，冇啲有那套嘅冇。幾時你學舞嘅話，開始對乜嘅舞種開始學啊？一下學新潮舞步，新潮舞步，因為我有去也喺勞工大學舞蹈班嗬，啊個地方有5、6個同學，攏個認識嘅，佢哋個新聞嚟學，啊都聽到，佢哋都聽錯嘅，啊那唔同，要講看阮小班長，講我要個新聞我做筆記哦，你拖哦做筆記哦。因為舞嘅東西吼，唔三蚊嘢冇在練，我填唔我一班嘅，嗰陣 Q 嘅學嘅呀，要加時呢時間 ，Q 嘅唔過跌嘅，你要跌時呢，安尼啲冇增加嘛。因為我哋一般人講唔係跳舞學跳舞嘅人吼，其實對於舞步一件事情唔係很生疏啦。錯，係唔係很生疏？一聽我哋真係哦，學到像有到跳舞嘅人，看一下睇有啲講，以前乜個舞步加乜舞步兩個東西都跌，但是我哋唔係，我哋講唔係正統舞蹈跳出來嘅，真係一啲腳嚟嘅嗬。係嘅，咪擺學嘅差唔多5、6個法步嗬，嚟做筆記都是歸納為半套，半套。按像一條歌嘅有間奏、尾奏嘛，吼，間奏你用一半套，啊尾奏半套，加入一套，嗰種係學舞吼，唔係難啦，但是你要去管理，也係佢睇學問。咁我頭先講嘅學嘅3年要填表一班嘅，好，啊做筆記，按樣做筆記，我嘅下都將我哋學嘅舞嘅編號，A1，開始。一直到 G26，係啊，安尼好，安尼編。A1 到 G26，A1 都有上，前半套、後半套，前半套你用我哋間奏，後半套用我哋尾奏，係嘛？嗰啲如果已經記錄嘅幾多嘅舞步呢？係錯，我總共唔像也係啲新潮舞步嗬。A1 到 G26個嘛，係26個呀。上下半套都一個52套，係啊。再加上我要學嘅 Michael Jackson 嘅，要5套。再加上而 Michael 要前滑步後滑步，我要對歸納為一套，所以有6套，加到到52套、58套，我學58套。啊，每一套都忘記得。忘記得，因為我會利用善於時間管理啦。我都常常利用零碎時間嘛嗬，比如講咩當初頭啱不到我買便當啊，嗬，唔好睇訂啊，冇人夾啊，3-5分鐘啊，都嗰啲見財務部，我有系統的溫習，我突然冇想到講，這個因為可是我哋節目一開始嘅時間，我哋呢奇珍泰國都講，以前80年嘅時候都考上嘅台數，嗬，90年嘅時候都考上嘅經濟人，然後100年嘅時候考上，102年嘅時候，學把事業證照全部拿到嘅。一般人來講，係嘛？你講又係一啲人講，嗰個讀書嗰個考試嘅人，但是都幾樣人發現講，而唔係而係啲歸外去學習嘅人，學習嘅歸有條理嘅人，同時嘛係啲時間管理大師，個歸管理時間嘅人，因為其實一方面寫頭一把做，一方面又可以發展這個興趣。你看睇到，因為一般人應該時候講，這個要把舞步班從A1班到 G26，然後再加上某個 Michael Jackson 嘅上嚟，係，一定講跳舞，嚇，有時看心情，嚇，有時加下俾加下個，好多都係講，這個睇腦筋裡邊排如好嘅。好冇像你們講，我把伊排按清楚，某個時要雙拖，某個時半拖，然後同時做頭我哋呢，其實時常講嘅呀，你喺每一句話按樣個專業，搭平樣嘅種知識，錯。但係講你這個係啲做事個語文人嚟，不敢當啦，也都愛因為頭腦冇幾好啊，講唔出來。頭腦冇幾好，要考上個事業牌照啊，呢個哋都唔點用。我係乜嘅呀？勤能補拙也係呢嘢。用事。到嗰陣頭提到劉文正大哥，我都怪佩服佢，因為佢係個勤奮嘅人。我安尼行過來了解以後，個勤奮嘅人。你我講佢係啲個勤奮嘅人，因為一般來講我都看到佢哋電視上面安尼個風光啊。因為你看伊對23歲出道，
出名都，伊差不多33岁还是34岁，又离开呀。就毅然决然就离开。你看下12年，伊天阳跑过威尼斯堡呢。伊翻唱那个歌曲嘛伊本身原唱的有230条，加上翻唱有300人条。按度那有3万啊。冇錯，但係順風了其實可能10年的時間，跑20鋪天陽，22鋪天陽。從按度跳過，根本每一年也4條過嘛。慢慢。嗰時至少雖然講冇唔錯，而且我哋嘅歌壇地位差唔多嗱10年、19年，但是你看留下來嘅印象，雖然講以後唔係現在退役啦，大家然後在前面但至少我哋嘛今日嘛可以睇到我哋嘅奇珍先生啦，看到伊也俾伊啲形象。咁從來呢，即個喺學舞，即個嘛遇到舞台表演嘅時間可以夠完整伊啲總統講嘅間奏嗰時啦伊啲舞，中途都有講去擺睇表演咧，喺沙期嘅小舞台嘛咁唔知個幾時節去表演嘅時間會緊張？當然冇做過事情，每啲人都會緊張啦，係咪？但是我比賽仲要熟練咁大家都唔會出差錯最少。我明白我演出，我都會去我哋內部嘅龍江海河畔喺冇到內部農業廣場，我要去練，練得熟練咧，也種嘅問題都慢慢都克服嘅。所以我對小舞台頭講嘅沙期，但都最睇總統嘅，睇舞台，我哋事前不斷的演練，那麼熟悉啦。可是你喺時代下時節，其實把幾多心思嚟練習。有。雖然講沙期嘅舞台，冇得講最慢的一個總統嘅睇舞台，對你來講，全部都係一個練習後了，咱不通嘅影響到嘅。錯，做乜佢會想到愛表演按盡善盡美？因為劉文正太過佢嘅魅力山都全壓住，嗰種我聽將佢不足嘅部分可以再加強，比如講學舞步，一定嘅人睇舞步好少啦，好簡單，學舞步，一個系統嘅，將整個流行嘅麥克啦，還有我新潮舞套進去，這樣為做，我希望我演唱嘅內容變得更豐富、更豐盛，來俾大家觀賞，係咪？因為我講劉文正先生其實睇我哋我講差唔多5-6年，叫個4-5年前啦，以上都睇到都有印象嘅，你譬如5年前我哋萬世萬看到劉文正，我相信你睇沙期啦，睇表演嘅時間，嗰啲東西應該就全部都還記得劉文正係乜嘢？嗰時節他個人嘅反應係樣？他個人嘅反應該驚奇，南部有啲參小劉文正學習嘅人。一個是咧，佢反應有樣啊模樣啊咧。嗰種我家下我上台嘅時節自我介紹我都唔一開始我唔想講啦。我講大家好我係南台灣小劉文正。但是後邊我感覺我哋講法講得唔係正確，因為咱台灣小劉文正俾人認同，每次個安尼按。可以安尼講，嗰種一部分後輩大家，我講法模樣改變一下，我都講大家好，我問將按樣講嘢，都喜歡劉文正也一種嘅嗰種嘅形象，來分了解。你等於講唔會即個按即個係乜嘢，但是你從他個人說明講即個係因為我關好劉文正，嗰時我今日學伊，然後本他個人來看，他個人來評判，係一定樣嘅一個表現。咁我相信他個人看咗以後，應該會發現到個哇，安詳表演乜個都安詳。佢因為我都講他個喜歡安尼耳面係。
南台湾小刘文正，然后创，我说创完以后有人讲，我反映讲，真是也如有太多呀水平啦，安尼啦。对學習跳舞到最尾電台，其實我哋奇珍先生以花幾多時間去味道，我把劉文正所表現出來嘅完完整整嘅本土嘅人看。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咪有嗰度個精彩嘅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內埔，同時嘛有我哋南台灣寫劉文正嘅戲劇鎮，其他個輪到嚟現場，同人講，當初伊係用嚟去學舞蹈，同時把我哋咧唱歌嘅結合到我哋舞蹈，向下去展現本大家。但是我哋哋講，其實劉文正係有一啲貴態嘅一啲特色，亦係服裝。係一衫褲，尤其係以前有一擺睇嘅，唔知係金馬獎還是金鐘獎，其實做嘅一啲白色嘅時裝，都見到睇嘅人都講過，咪有印象，幾身時裝，愛能移開做，平日做都做唔出幾錢嘅。咁從唔來講法，唔知個存個，唔知個按費事咪去學唱歌嘅，按費事咪學跳舞，咁服裝上面唔知個愛用嚟去準備咯。啲服裝也要講究。因為人咧做一個台灣本人咁啊個出色嘅歌手嚇，也服裝也係該重要嘅一件事情。劉文正睇過，伊個希望做安尼小西裝嘅外套，伊做嘅特別引導，特別好衫。嗰種係路也做咗3套，伊啲路金黃色咧，要麼咧也係套路係。好，然後一啲都亮綠色嘅，好，然後一套深藍色，襯衫外面有一下多，一啲都純白嘅，好，還有啲粉紅嘅，還有啲金黃嘅，一種金黃嘅是就擺皇帝嘅布嘅哦，嗰種也係最亮麗嘅呈現，嗰種我今日也改翻譯來到也要將最亮嘅。做嚟，係啊，希望講可以用嗰種最好嘅一個準備方法，但是結合到我哋劉文正先生嘅一個歌嘅唱歌嘅方法，結合到人家跳舞，然後從事把一啲服裝嘅部分，個展現。嗰時想想我哋冇空嘅舞台啊，咁你準備嘅歌嘅咯，譬如講你用嘅時候要準備用嘅歌嘅，嗰時你即個係被打算嚟用。我唱劉文正嘅歌嘅嗬。嗰度嗰房嘛，但是有10多條，也大家都耳熟能詳。我講我演唱以前我會，譬如講我調咗愛三條歌嘅，我前一禮拜我都會準備嘅，包括我愛搭配那舞步，我都會先寫出來，寫出來。因為你在唱歌嘅時間，你看啦，一唱太多間奏嘅時間，你整個思緒剛才還在歌詞嘛。那歌詞一下，你都馬上要切到舞步。我說你個熟練呢，要準備好來呢，咁你聽到一啲5秒10秒，時間都過了呀。係啊，都係咁樣。我說我先事先要準備。咁某個時間我用夾個歌，某個時間用慢歌咯。我通常都間隔啦。像我有啲大盤帽，也係劉大哥嘅中心嘅。他把唱我哋以前係前面唱嘅時候，會先用領帶，唱我有大盤帽，嗰係要不嗰個田邊會戴大盤帽，變啦面下嗰條歌嘅都冇戴到，但係都會有口款嘅感覺。嗰後邊係有T條都戴大盤帽嘅，比如講我唱若是你在我身邊，後邊都係個
够柔诶，抒情啊，诺言，小雨打在我身上，迄种诶，我都揾围巾，我够记得，安尼，伊咧夹诶，伊咧抒情诶安尼。嗰所以啲表演地步，你有夹嘅，係有慢咧，同時搭配到也嘅無可用嘅一種上呼，比如一啲表演變成一啲鬼完整嘅一啲表演。係錯，嗰個一般喺3條嚟講，我哋盡量將劉大哥嘅特色表現出來，大盤帽要展現出來，嗰種嘅紅帶子，嗰種嘅氣勢，第二。我小劉文正的特色紅圍巾比較多，然後第3條再白圍巾，安尼都差唔多表演出來。呀，真係都可以把入個各位嘅氣氛，同時把入個外顯嘅嗰種氣勢嘛去表演出來。咁問題係入邊我會有啲過10年嘅過40年嘅文化嚟講，因為我哋咧其實現場嘛係啲客人嘛嗬，咁唔得表演咧就除咗劉文正嘅歌以外，唔會唱客家歌嘛。會，我也喺公會也唱過幾多擺，我個位客家歌有好多條，像客家本色，英雄淚，也就我，譬如講3條歌，我都第1條我會用劉文正嘅，第2條我都用客歌，第3條有劉文正嘅，那劉文正第1條可能係夾嘅，第3條係慢嘅，安尼大家彈起來都。銜接嗰啲，銜接嗰啲同時，我感覺到，有一啲劉文正嘅夾嘅，然後有啲客家歌嘅，然後有啲劉文正嘅慢嘅，有頭有尾，但是又用我哋客家人嘅一啲特色。錯。嗱，想問一下講，因為其實我講啦，唔知啊幾時就要靠為事業徵召，然後又開始一方面嘅工作，一方面嘅學業嘅，咁陸客人對呢件事情支持嗎？剛開始嘅時候，反對佢太啦。係為什麼？因為是工作好好，排咗靠爽嘅嘛，你咪呀，總是話咯。我做嘅下，我該感謝我媽媽，啲陸客人按多年後，我媽媽支持我最多。如果講啊，永遠都不嫌啱，嫌慢啊，不嫌晚啊。按像我太太都。我冇按支持，甚至有時候幫我放棄，但是我唔會因為按你輸打嘅，我都冇繼續行下去。我講我學嘅89年，也一條路行過來也冇簡單，真是冇一啲鬼簡單嘅線啊，冇辦法行到入部分。可是行到更加翻，即係我因為講即係對舞台上面嘅表演啊，冇對未來有乜嘅希望，冇對有乜嘅想法。我當然希望係可以繼續嘅成長，我可以企到6度，然後又係啲大陸嘅沿海嘅，譬如講廈門、江浙，因為全亞洲幾多年嘅懷念劉文正大哥，大陸咩幾多，嗰個又係我哋願望啦。都下一擺可以把一啲表演嘅嗰種機會可以睇，唔管是喺中國，睇其他台灣其他地方喺中國，其實東南亞嘛，佢都唔記得呢。係啊，因為早期嗰度華語全部彈嘅台灣發嘅嗰度大嘅時節，其實就東南亞幾多劉文正嘅歌迷啊。嗰時我相信你哋冇想到，哇！台灣唔單止有劉文正嘛，有啲小劉文正。咁聽你講，我嗰時候你講，咁即係要相當講去教人喎，去做教學嘅部分。因為其實所以你睇下，學按究10年咧，即係已經唔單止係啲以前從我學唱歌、學跳舞嘅，即係嘛多多少少係啲先生嘅。當然係有按你一時咩學天妹學天，冇問題啊，只都可以教，也有按你用時嘛。但是可能冇咁容易啦，冇咁容易，當然啦。一種嘅氣氛慢慢地磨嘅時間，唔似一台人，喺行業來學也好困難。我咪個希望有8年級嘅小劉文正啊，嗰都最好啊，最多哦，最多已經人哋，
啊，那是冇办法的，冇配那个硬强的时候咧。因为讲，冇模拟像法案台的精神，和按专心、按有内统的学刘文正。咁像唔知讲你学到，你讲听到刘文正泰国安尼开始学嘢创国的方法，对人生有乜改变？我也收获也幾多啦，因為我感覺如果啊，我工人來講吼，我以前會白人，老人場，吼，我因為愛將劉文正創好來，我毅然決然加入，因為也上一個義務，嗰種唔會白人，人出來加入，也都幾大半嘅力量，也都係收穫，吼，還有。因為人也唔會講講完全靠賺錢啦，人嘅駕車啦，那學到啊才藝嘅話是，人能有駕車，等於如果唔過做到聽人嘅人生地步，潛到一啲充實吧，充實版，對，而且你的人生活的重心，因為個像有啲人嚟講啊，可能係工作喺度聽啊，可能落去食酒啦，冇咗其他係打麻將啦，佢唔係講唔錯，佢一般係落一種休閒係。但是對人來講嘅話，因為唔愛學習一啲，我哋講，他個人落地一啲形象樣嘅人，嚇，唔單止而係一啲創國嘅嗰啲開人，同時我能保留，因為也係形象係以最堅強、最強嘅時間。好，最人道的世界，神性最好的世界。可是唔記得啊，學習入邊人嘅話，你一定要保持你自己嘛。哦，咁我最頭都講嘅嘛，上癮絕對唔可以白人啦，因為其實上癮個誘惑。哦，嗰時人家上癮一天都要保持嘅規劃。啊，一度嗰種種同講嘅樣，白人都一定要表現，希望一啲煙上，冇辦法。咁同時你看啦，如果唔愛學幾多嘅跳舞，好要準備嘅東西，其實。對於本人來講法，你簡約嘅呀，但是人家簡約嘅對你來講法，係啲唔歸好歸想去做嘅事情。唔講係因為學嘅也還是學劉文正大哥也部分，我必須保持可以個好嘅表現。我哋到我哋年紀，唔講同學嘅就講一路，都市太就那麼拍起來，嗰種我係盡量去維護佢哋，各方面嘅身材也方面，也都唔講係保持得也要多，冇錯，所以也都本來嘅也可以睇一啲乜嘅回饋一樣嘅啦。嗰時今日談喺我哋奇珍泰國嘅分享地方，你都發現我講奇珍泰國用以下嘅堅持完成到伊想做嘅事情，雖然中間有幾多嘅一啲困難，冇得講有幾多嘅人，可能一開始嘅時候冇了解伊，但是伊用也要堅持去證明講，伊想做一件事情，伊都把伊做幾好。今日感謝我哋奇珍先生來看場同分享咁多人家寫劉文正的故事。謝謝主持人，謝謝觀眾朋友，謝謝大家，謝謝。休息一下喎，聽下啲聲來，強下運動哦。阿康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